歡迎收睇《世界觀》。中朝領導人會面結束，外界關注雙方係咪完全冇傾到北韓無核化。有輿論認為，中方傾向將擁核嘅北韓視為牽制美韓嘅重要戰略籌碼。國家主席習近平相隔7年再次訪問北韓，同北韓領袖金正恩會面。習近平就中朝關係發展提出4個堅持同3個不變。金正恩就話北韓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我願同總書記同志一道，以這次訪問為契機，加強對新時期中朝關係的頂層設計和戰略指引，推動中朝關係與時俱進，得到更大的發展，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做出積極貢獻。정석희 동지 이번 방문은 조중 두 나라가 자주와 정의를 위한 역사의 오른편에 언제나 함께 서 있으며 그 어떤 국제 정세의 격변 속에서도 역사의 검증을 받은 조중 친선 관계가 얼마나 공고한가를 다시 한번 과시하게 될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喺習近平啟程前，金正恩妹妹金與正揚言，北韓嘅擁核國地位係絕不退讓嘅底線。嗰啲敵視北韓嘅勢力必須要放棄無核化嘅妄想。你看看這棵樹，這是一個兩棵樹連在一起了。佢又批評美國國務院話，上個月中美元首會晤確認北韓無核化為共同目標，只係美國散播虛假信息嘅慣用伎倆。北韓今年3月正式修憲，包括將兩國論法制化，明定朝鮮領土北接中國同俄羅斯，南接大韓民國，全面刪除統一表述，包括祖國統一等嘅語句。又首度明定國務委員長擁有核武使用權，意味金正恩有權決定動用核武，又正式將擁核國地位永久化。有分析就話，今次中朝領導人會晤後，習近平未有公開提及核問題，對金正恩至關重要。金正恩急於爭取國際承認北韓為擁核國家，嚟到尋求聯合國解除對北韓制裁。金正恩和李學祖紐約時報亦都引述分析話，北京近年對平壤嘅態度已經出現明顯變化，傾向將擁有核武嘅北韓視為牽制美韓嘅重要戰略籌碼。有內地學者就話，習近平訪問北韓只係禮節性回訪，因為金正恩舊年9月曾經到北京出席抗戰勝利80週年閱兵，但習近平選擇北韓做今年第一個出訪國家，可見對中朝關係嘅高度重視。China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for DPRK on the energy and trade, and also because we are neighbor, and also when the DPRK they have security, safety, confidence. Maybe they can more open. That's basically China also hope. 亦都有意見認為，北韓可能係中方抵禦西方陣營嘅戰略緩衝地帶。面對俄朝關係近年越走越近，中方希望維護好中朝傳統盟友關係，共同防範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同美日韓同盟圍堵。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